日本的能登半岛元旦发生大地震，台湾的民众善款拢总有5亿4千多万，这金额是真悬，引起日本的讨论。咱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台湾甲日本的感情是真深，对方有需要一定会斗相共，挺到底。感恩台湾朋友，多谢。特别向政府表达感谢。日本能登半岛伫咧元旦发生强烈地震，台湾是伸出援手斗相共。卫生部开放赈灾专户，自1月15开始到19为止，接受民众的爱心捐款。2礼拜总共接到捐款13万外币，总共5亿4158万块，超过25亿日元的善款，引起日本当地热烈的讨论。伫台湾的朝鲜官民也真感動。実は台湾の小学生20名から被災地へ届けてくださいと被災者へ向けた手紙が私のところへ送られてきました。私の目からは涙がこぼれました。让我们和台湾民众一起同心协力，希望早日重建财局。谢谢台湾，谢谢你们。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伫咧23记者会上，也对台湾捐款表达感谢。伊表示，日本甲台湾伫咧过去对付天灾甲疫情方面互相斗相共，这是台湾甲日本友谊的证明。日本媒体报道，台湾的捐款甚至比目前日本雅虎所统计日本民间的捐款要搁较多。我们秉持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台湾人精神，此时此刻更应该挺身而出。根据共同社上新的统计，能登地震受损的主体，即马已经有超过4万栋，有233人死亡。搁加上最近日本寒流落大雪，也让灾区的处境更加困难。记者综合报道。